一二三四，缘分安排，你我熟悉一日。你需要帮，全是你的命里。听别人形影，听痴情心歌，听啊那达你敢有听见？无论山崩地裂，真情男儿袂变心，付出我所全部生命。无人会当甲你比，听听心爱的，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哦叠杯，双双对对，永远袂分开，你甲我。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呢，是李明阳老师的新歌啊。这个李明阳老师好听的歌曲很多啦啊，这就是他其中的一首《爱丽爱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首歌呢，2020年5月20哦。我爱你的那一天首播的啦啊，难怪了啊，推出这首歌叫《爱你爱你》的啊，也在5月20我爱你的那一天来推出啊，真是好。然后来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填词的是李明阳老师他自己，作曲的是黄明洲和吴顺华了两位老师啊。这首是E大调，E大调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E大调就是我们在钢琴啊。打钢琴上面看到找到一的这个音，两个黑键啊，第二个右边这个黑键，这里有三个黑键，对不对？两个黑键的右边这一个啊，它的音名啊，这个音的名字就叫做一啊，它的一呢，我们在固定唱名法，固定呢啊，固定唱名法，它就唱咪啊，它唱咪啊，那我们要把它当做哆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大调啊，它就一大调了。那一大调就是我们在钢琴上找到了一的这个音，弹下去要唱哆哦，所以叫做一大调。那如果找到 F 我要当哆呢，那就叫 F 大调；找到 G 我要当哆，那就叫 G 大调啊。这样叫做什么？这样叫做手调唱名法，就看你的哆是哪一个音啊，就移动的啊。就我们在这个银行存款的时候，也是柜台小姐会问你，阿姨。叔叔，你要固定利率还是要浮动利率？这就是啊，固定的就是这个音弹下去永远唱咪。你的手调呢？哪一个手？首领的那个手啊，你是我的首领，你是你是我们机关的首长啊的那个手，手啊调就是这个在这里大调音阶的这个调，手调唱名法就是会移动的啊，这个音弹下去，你一大调，你这个音就要唱哆。好，给大家讲了一点点啊，这个这个乐理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歌谱上来。那这首歌呢，E大调4/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4分音符当做1拍，4分音符长怎么样子？请看右边这个黑色的豆豆就是4分音符，它写4分音符等于1、2、4，这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一个小节哈，1分钟。这首歌呢，1分钟要唱124拍哦，那蛮快的呢。1秒钟要唱2拍，还多一点点，没错。来，我们就来看这首歌，来介绍给大家来听。第一拍要休息，嗦嗦嗦咪二，嗦嗦嗦咪二，缘分安排，这个白呢半拍，可是后面还要延长1拍。请把这个滑音咪嗦嗦咪咪嗦嗦嗦咪，缘分安排，缘分这个转滑音请带进来，缘分安排，那嗦咪咪瑞哆瑞咪1、2、3、4，拉嗦咪咪瑞哆瑞咪1、2、3、4，你我熟悉一日，这个日比一日那一天啊，这个日呢有滑音，嗦咪日从嗦滑到咪，
从头来听，缘分安排，你我熟悉戏。1、2、3、4，停，啦哆哆哆停，啦哆哆哆二，啦哆哆哆二，日数也忙，日数也忙，哎，这个忙呢一半拍，可是后面还要延长一拍，停，日数也忙。转西西嗦咪瑞1、2、3、4、5、6、7、8，停。来，这里转起来，哆哆嗦嗦咪瑞1、2、3、4、5、6、7、8，我们从前面这来接来听，啦哆哆哆哆哆嗦嗦咪瑞1、2、3、4、5、6、7、8，停。你数呀棒转是你的名里，你有滑音，咪嗦你，你数呀棒。转是你的名里，1、2、3、4、5、6、7、8，好，来，我们进入第3行，停，哎，前面一个零，零怎么样？哎，一拍脚底下没有线条的，就是一拍零，哆哆瑞咪1、2、3、4，再来一次，来停，哆哆瑞咪1、2、3、4，停，没人听呀呀。啊，后面还要拉长4拍，那这个4拍怎么样？用呀这个呀这个字的尾音，它的韵母去拉呀哎，请要注意，它的尾音不是啊，哼呀啊，不是哼呀呀的尾音是什么？它的韵母是啊是什么？你吃包子包啊，红豆包什么红豆啊。伊是红豆啊，所以没人听呀它的尾音是请要注意，就是什么？就是包子的馅，包子包什么馅？红豆，它的馅是红豆，绿豆包它的馅是绿豆啊，肉包包什么包肉所以没人听呀这个不是不是来。停，没人听呀，1、2、3、4，停，拉嗦咪嗦1、2、3、4，停，拉嗦咪嗦1、2、3、4，七经七，把滑音收带进来，七经心肝1、2、3、4，停，七经心肝1、2、3、4，来，没人行影来，停，没人行影1、2、3、4，停，七经心肝1、2、3、4，停，瑞瑞咪嗦拉咪瑞哆哆2、3、4、5、6、7。来，这个安娜达呢，前面0一拍，然后还有一个附点，附点唱多长？同学想起来了哦，附点要唱前面那个音，那就是0了的一半，0要唱1拍，所以附点要唱多长？半拍，所以这个0要唱1拍半，停停停停停停瑞瑞咪，停停瑞瑞咪瑞瑞咪。然后后面又延长一个咪呢，停停瑞瑞咪，嗦拉咪瑞哆哆2、3、4，停停停，再一次来，停停瑞瑞咪不对，来停瑞瑞咪，嗦拉咪瑞哆哆2、3、4、5、6、7，来停1拍半，停啊那达，你敢有听见？2、3、4、5、6、7，再来一次，来停啊那达，你敢有听见？2、3、4、5、6、7，好，接下来呢换下一行，哆西啦啦2咪嗦1、2，停，来。哆西啦啦2咪嗦，来，无论山崩地理，无论山崩地理，无论山崩地理，停，无论山崩地理，停，崩崩有两拍，对不对？无论山崩地理，停，咪瑞瑞哆哆哆嗦咪咪，咪瑞瑞哆哆哆嗦咪咪，真情男女袂变心，真情男女袂变心，
前面那一句来接来，无论山崩地里停，真情男女袂变心，都是啦啦是啦嗦一二三，都是啦啦是啦嗦一二三，付出我全部性命，付出我全部性命。付出我全部生命，一二三，付出我全部生命，一二三，咪嗦啦啦啦嗦啦啦嗦啦拉半拍，嗦啦半拍，然后再延长拉半一拍，这样咪嗦啦啦啦嗦啦嗦嗦。咪嗦啦啦啦嗦啦嗦，停停，咪嗦啦啦啦嗦啦嗦，二三四，停停，无人会当甲你比，停停，无人会当甲你比，停停。我们唱到这里呢，就要正式进入副歌了，就是主歌都唱完了啦，来这个副歌呢，心爱的爱你爱你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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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心爱的是第三拍下歌，停停，咪嗦嗦二三四，哆西西啦啦嗦啦二咪瑞，来，再一次来，咪嗦。咪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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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嗦咪嗦嗦二三四，哆西，好，这个爱你呢，爱是后半拍，哆西，哆西，好，你也是后拍，哆西西啦啦嗦啦二，咪瑞咪。咪瑞咪也是要的，咪瑞啊，来再一次来，哆西西啦啦嗦啦二，咪瑞哆，哆西西啦啦嗦啦二，咪瑞哆二，好，再来一次来，心爱的来，咪。一二咪嗦嗦嗦，哆西西啦啦嗦啦咪瑞哆，心爱心爱爱呢有滑音，从咪滑到嗦咪嗦，心爱心爱，一二心爱耶嗦啦嗦。一二，心爱的，爱的，爱的，再一次来，爱的，爱的，爱的，我爱的，你瑞爱的。爱的爱的爱的我爱的，好，再一次来，爱的爱的爱的我爱的，好，再来爱来心爱来，一二心爱爱的爱的爱的我爱的二停。来，这里我爱你呢，这里后面29小节，这个力呢有2拍啊，那后面还半拍。我爱你，咪嗦啦二三四，啦啦啦咪咪嗦嗦嗦，咪嗦一二，好。蝴蝶飞来，咪嗦啦二三四，啦啦啦咪咪嗦嗦嗦，咪嗦一二，好。蝴蝶飞来，我们从前面大概是第三拍的后半拍，一二咪嗦啦二三四，啦啦啦咪咪嗦嗦嗦，咪嗦一二，好来。蝴蝶飞，相相对对，相相对对，相相对对。如果我唱谱呢，你实在是不会看这个谱，那你就记住我唱怎么唱。相相对对，相对对，有没有？来，蝴蝶飞，相相对对，永远袂分开一二啊。未分开咪嗦啊，后面还有2拍，再来一次蝴蝶飞来，
一二，蝴蝶飞，双双对对永远袂分开。一二，咪嗦咪嗦嗦二三四，哆西啦嗦啦。哆西啦嗦嗦啦啦啦嗦啦，哎，它好多这种要拉半拍的这个节奏啦，你咪嗦嗦咪嗦嗦，你甲我，哎，甲跟刚刚那个蝴蝶啊也是有滑音啊，这个你甲我呢也有滑音，你甲我刚刚这个心爱的啊有滑音。A 的也有滑音，你甲我也是这个甲呢，跟这个我都有滑音。你甲我快乐快快快乐快乐快快乐的快也尾音是这样，快啊，快乐点水点水点水。拉嗦嗦，你这个点是个闭口音，正好把嘴巴闭紧一点，再嘴就刚刚好。你甲我快乐点水满山花香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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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香味。这里还有半拍要延长，好，你甲我来。你甲我快乐点水满山花香味，咱的爱，咱的爱又后半拍了哈，咱的爱，咱是后半拍，咱的爱，咱跟 A， 咱的爱都是后半拍，来，一二，咱的爱，停停，咱的爱。停停，咱的爱，好，第三拍后半拍才下歌，一二三，咱的爱，幸福一生情绵绵，幸福一生，幸福一生情绵绵，幸福幸福一生情绵幸福一生情绵绵，幸福一生情绵绵，幸福一生情绵绵。哎，大家节奏抓住了没？这个 tempo 你只要搞对啊，只要抓好这个节奏来唱就没有问题。咱的爱，幸福一生情绵绵。五六。好，再来一次来，咱的爱，幸福一生情绵绵，二三四五六，嗦咪瑞二，瑞咪嗦拉咪瑞哆。哎，第二遍呢，咱的爱，天气月亮伴相随，伴相随。伴相，后面延长半拍嘛，伴相随，咱的爱，咱的爱啊，咱的爱，咱的爱，咱的爱，天星月亮伴相。伴相伴相后面还有半拍要延长，随随要唱8拍半来。咱的爱，天气月亮伴相随。停，好，安尼头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4小节呢，然后呢反复在哪里？底下这个符号呢叫做反复记号啊。我们看到出现在细线在2点的这个是起点啊，那有像镜像像照镜子一样的相反的这个样子的这个黑点先来，然后细线再出现，这个是反复记号的终点啊。我们在歌曲的后面呢，最后面呢，看到反复记号的终点，那就要到前面去找起点在哪里，在最前面所以就要从头又唱啊，从头又唱，又唱到咱的爱天气月亮伴相随，这第二遍的啊。你看这一个小节要唱高帽子1、高帽子2、高帽子3，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都要唱它。第一遍唱到这里啊，
八拍，然后演奏4小节，然后反复。第二遍唱到这里，盘上随啊的第二遍这里有哈啊，第二遍的这里随只要4拍，然后要斜扭，斜扭之后呢，斜扭有这个符号有一个特性，我们在歌曲的最后面啊，看到这个音的时候呢，你要到最前面呢，你要回头呢，回头去找啊，这个斜扭，另一个斜扭在哪里？在这里，在副歌这里啊，所以我们就要回头去唱啊，心爱的啊，然后又唱到咱的爱，天青月牛盘上水啊，4拍，然后 FINE 啊，2遍半就结束了啊。刚才我们已经一句一句的介绍给大家第1遍啊，现在我们就回头来去唱第2遍啊，反复唱第2遍，然后记得要唱斜扭啊，然后这首歌才有结束。来。缘分安排，你我熟悉，迄一日来停，来1、2、3、4停，缘分安排，你我熟悉，一日我介绍过哈，要在收咪要带进来，从头。缘分安排，你我熟悉，一日停，你需要帮。原是你的命，1、2、3、4、5、6、7、8停，别人听影1、2、3、4停，痴情心肝1、2、3、4停，啊那达你敢有听见？5、6、7，无论山崩。第2停，真情男女袂变心，付出我全部是命，无人会当甲你比。停停，心爱的，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蝴蝶飞，双双对对，永远袂分开。你甲我，快乐沉醉满山花香味，咱的爱幸福一生情绵绵。5、6，咱的爱天星月牛盘上水，2、3、4。心爱，来，要这个天星月牛盘上水，然后天星月牛盘上水，1、2、3、4啊，来停，心爱要接什么？接斜扭。好，来，我们下面一句来接最后面的，咱的爱天星月牛盘上水，2、3、4停，心爱的，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蝴蝶飞，双双对对，永远袂分开。你甲我，快乐沉醉满山花香味，咱的爱幸福一生情绵绵。咱的爱，天星月牛盘上水。停，唱到这里呢，2遍半，这首《爱丽爱丽》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啊。这首歌呢，轻快好听啊，轻快好听，加上呢黄明洲老师跟吴顺华老师一贯的他们写的歌曲就是蛮好唱的了又好听啊。这首呢，爱丽爱丽就介绍给大家啊，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来点选那个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别忘了要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如果您行有余力呢，欢迎到影片的下方，超级感谢啊，给岳云老师，挂印啊，这个给岳云老师啊，这里呢影片啊，我们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影片的下方啊，这里的下载旁边的这3个点点按下去，会跑出一个超级感谢来。这个超级感谢从讲啊，就是欢迎大家给我抖内。同学问我抖内是什么物件？抖内就是赞助啦啊，没有大家的赞助，没有大家热情的订阅这个频道怎么能支持得下去呢有赖于大家给我支持和抖内，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